行政院公布内阁改组方案，就将梁做卫福部长，江明兴做经济部长，头一任运动部长由奥运金牌李勇来接。台北加有一名越南受刑人，卡这马来西亚受刑人拍死2个人无熟悉，也拢会晓讲华语，这事故原因搁在咧调查。今年1月有山了市偷走迷你机的这个新目，警方掠到23个人，其中有5个是越南籍的非法移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之七 M 新闻》，我是嘉豪。行政院伫今仔日公布内阁改组方案，有4位的部会首长会互换掉，其中呢，这卫福部长呢是由赵宗良来接。另外，头一任的运动部长是由这奥运2块金牌李勇来接。伊也伫咧面册顶头表示，伊会延续体育家勇敢去挑战的精神，要甲台湾的体育来定根发展。有句话说啊，季立当季天下利。我认我们都是只求为国，不求名啊。回应外界关注多日的内阁人事改组，行政院长杜英台针对有16人的内阁移动特别点名，4位即将离职的部会首长表达感谢，包括国发会刘敬勤主委、经济部郭智慧部长，还有数发部王彦南部长，还有这个卫福部邱泰源部长，他们是为我们国家整体的发展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少一点，我们这个都很自然的调整啊，自然调整。昨天不是还说办公室没有啊，我现在也还没打包。对离开亲像看甲真开，赴台湾进来最后一摆出席立法院调解党团协商强调表示，家己无管什么角色，拢会当为国家奉献。改组名单中，卫福部长会由现任健保署长赵宗良接任。现任疾管署长曾金雄担任处长，另外行政院秘书长江明兴接任经济部长，国发会主委会由前中经院院长叶春显出任，塑化部长由现任处长林基健接任。名单中也有体育人，原民会副主委会由前棒球选手陈其新接任。2届奥运羽球金牌得主李勇是运动部长。李阳李部长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手，羽毛球选手，那也得到运动界运动迷很大的这个支持跟喜欢。那我会祝福他加油。运动部的困难恐怕不会比那个奥运金牌还来得更容易了。李勇也透过面册以标题新的旅程初心无变发文，强调家己袂一个人拼，相信专业领航团队治理。会延续运动员敢挑战的精神，就任了后，以落实专门运动，导致基层培育等6大重点为方向，互台湾运动向顶面也向下面拍基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大罢免了后呢，这民进党内就伫咧检讨，有人讲问题出伫咧党团总调郭建明，立委王世坚就讲，这郭建明就爱知影真谛。那郭建明本人出席党团协商的时阵，是无加做回应。我今天在这里不会做进一步的发言，我所要讲的全部在脸书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谢谢。总统会觉得很委屈。谢谢。面对被逼宫的议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参加党团协商协调部案加讲，罢免结果是伫民进党党内一直有纠结的声音。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干部也出请辞调，立法院连日一直批评郭建民。林淑芬批评党团加做意见长，郭国文批评郭建民对破坏现金议题集团性质。郭建民是伫面册铺文附承担代叫的相片，写本次动建生，上前和太极大罢免是倾尽一切可能，和国会过半何错之有。柯总召能够审时度势，知所进退，他的回复不要再是谢谢指教。而应该是谢谢收看。好外界点名是上大战犯郭建明，也和共党立委王世坚讲党会爱知所进退，毕竟的意思是真大。知影是批评民进党大战犯，推软啊，唔敢批评总统大清点行政院长杜英台。内阁全面重新改组，而柯建铭委员也应该知所进退，负起政治责任。这是我在7月26号晚上所说的话，我的想法没有改变。不要只聚焦个人，民进党团大家坦率的来讨论意见，我希望都是着重于制度。
国民党是限制党主席选举问题，朱立伦真侪摆发射台中市长罗秀燕，不过罗秀燕表态无负责任。现台边有立委罗志强、前立委陈立文等人拢表态参加，不过传出党内甲基层对竞选议员表达烦恼。未来新的团队，第一，我们一定要跟社会主流民意相结合。我们必须是党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要跟台湾主流的民意相结合。我们同时蓝白合不能改变。朱立伦强调，在任期最后阶段会全力以赴，也提醒未来新的团队一定要甲台湾主流民意相结合，若未合免改变，若团结对胜选。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绿能推动中心进前的副执行长陈奕林涉嫌受人诬陷，今仔日透早呢已经收押禁见啦。不过有风声讲呢，前经济部长郭志辉也牵涉到这桩弊案，伊本人是发出声明讲唔通改抹黑。昔日贪污风波风雨淡的前经济部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陈奕林，疑似收绿能业者压榨钱，任来向地电施压，惊后尾门讨贵电用量。日期红裁定羁押禁见。我们的同仁有去作证，那我觉得状况是这个样子，就说施压是一个形容词嘛哈，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让司法机关来做比较清楚的调查。地电敢有红施压？董事长张文生表示，施压是形容词，陈奕林是一个做法，有人爱厘清，不过规则案件继续探烧，立委也真关注，各控诉北检，把案件先按下。承办检察官去年要动。王俊立说不要动，拖到823以后才动，就像郭志辉讲的啦，大为跑掉了啦。那本来犯罪就应该要办啊。那如果说郭志辉部长知道还有什么更大为，那真的欢迎他出来当检举人哈，然后为了这个国家多做一点事情。专案也受向经济部长郭志辉，顶礼拜伊才拄辞职。洪逼出私底下讲到有搁较大咖的人，也未浮出台面，甚至连伊的洪质疑，甲涉案的风电人员过去有真侪届活动关系真密。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会找郭志辉来问话吗？这我不清，这个完全尊重北检的侦查。洪暗时牵涉到绿电的弊案，郭志辉发声明反驳，强调伊的清白绝对袂让步，伊嘅收集证据，依持伊的权力，佮讲超过伊的作恶，对伊一世人的名声是严重的侮辱。风电人员是回应，全力配合调查。总经理交保了后，恢复正常工作，也表示公司成立够大，是真老实，遵守法令，无允准任何违规违法的行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家逼出命案，有一名越南籍的受刑人甲马来西亚籍的受刑人拍死。发生代志了后，就人质疑讲，这内面的官员互相暗号。不过台北家表示讲，因两个人无熟悉，拢会晓讲华语，所以安排关监警是无问题。那交警署调查了后，初步也认定家无违失。为安德勤讲入来，列到墨西哥查甫人伫台湾制度卫生。那你那个退路管打开我看。由马来西亚查甫人来台做早期车手，外国人伫台湾犯刑案，经过判刑定案，照常爱关。不过台北家压出外国受刑人命案。因为毒品案件入监服刑的马来西亚籍受刑人被同舍房的越南籍狱友徒手殴打致死，但两人的同房时间其实还不到24小时。到底什么原因拍死人？检方已经介入调查。不过去年这件案件，动手的越南籍受刑人犯杀人等罪入监，有真侪解捕的记录，也互甲方的帮社安排甲相关管理，互人控告有缺失。事后的处理方式也互人质疑隐瞒暗号。配房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说这两个绝对不能有一些仇恨嫌隙在。他们两个不认识且都会中文，沟通不会有问题。这是最主要的，所以说不让他独居，就两个在一起。初步了解啊，北监处理过程上无不当。北监回应配房无违反规定，矫正署调查了后，初步判定甲方无疏失。即摆检方嘛介入以杀人罪嫌侦办，不过矫正机关状况真济，北监捌发生受刑人叫人性侵，检察院纠正北监管理失当，花监嘛捌压出受刑人相拍，台东当先家要受刑人提笔攻击护理师。你如果能够先解决超收的问题，你就不会有我刚刚讲那些便宜措施发生。我不用把所有外国人都塞在一起。监狱里面本身没有一个所谓我们讲通译或翻译的职位，那他在管理上面他会需要这些受刑人，等于说大家自立自强。民间提出建议，各方伫配房的规划爱更加注意，更加爱降低介护比，才会当更加紧掌握突发状况。到目前为止，各家的外国籍收容人拢总有1409人。记者采访报道。
有咧坐高铁的这个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坐这高铁呢，摕到这对号车票的人，容易当提早去坐别台车的自由座，出来造成本地你这位就无人坐啊。所以这高铁对11月初10开始呢，特别要求讲，若准想要提早坐，你就要去换车票。高铁各车站打出广告，请买对号车票旅客照指定时间来坐。高铁正式促销，提早坐车春秋机制。即摆为方便对号座旅客行程临时调整，提早到站应坐其他班次自由座。不过观察这现象愈来愈多，造成原班次座飞浪费，也影响自由座的坐车品质。可以弹性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啦。但是如果规定的话，就习惯就好了，就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有时候就没地方坐。有时候很满这样。这样还不错，变得比较有秩序这样。高铁正式考虑坐车品质加速旅客权益。11月初10开始，各车站每个受理人工方式协助对号座旅客提早坐车，若需要提早进站，按照规定先换票。目前是宣导期。学者认为，这架高铁进程释出，明年开始规划伫超尖峰时间推出指定车次照自由座的卖票机制，同款拢是要控管自由座品质。不过，旅客行程改变是难免，也要注意配套。旅客为了要完成他后续的行程的时候，需要这样换票的时候，如果不方便，可能对旅客来说也有一些不便利，所以可能在试办期间，可能也有一些分析去了解说这样子后续要怎么优化。学者表示，新措施的效果也是有限制，因为尖峰时间部分需求已经超出负担。根本解决也是要等到新车到位，新车无导致营运进程，也透过继续优化班次、高效调度列车，真正方式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婚姻的金康第年6月呢接到检举，讲有一个42岁马来西亚的查甫人呢，伫咧婚姻高铁站摕真侪张的车票来换现金，有一洗钱嫌疑。目前人是去互法院声押核准。高铁也随进行检讨，6月27开始呢，就取消用台湾配来付钱，也要修改这退钱机制。另外，屏东的警方也查到这诈骗集团，因拢走去校园内面的 ATM 领钱，目前有抓到17个人。查甫人来高铁婚姻站的柜台，手提10个人的车票，要办理退票。全部退吗？也是实际全部退，好，一样也是退24800元哦。警方嘛锁定这查甫人，甲伊押解逮捕，随查扣现金这证物。婚姻警方伫今年6月底接到检举，有一个马来西亚籍的查甫人伫婚姻高铁站大量退票换现金，顺线追查出有诈骗集团，先用信任被害者的个资，以中奖必须缴纳手续费的理由骗其他被害人，尾下佫以信任被害人的名义，购买10张南港到左营商务舱的票券，再佫用退票的方式诈欺甲洗钱，并以台湾配的方式进行付款，而此付款方式会产生 QR code 2维条码，这些被害人再扫描 QR code 进行付款。警方依照组织犯罪条例、刑法的强权诈欺加处财洗钱防治法，加查某人羁押核准。高铁嘛以声明表示，随检讨并修正相关退票的付款机制，6月27取消台湾配付款的选项，嘛修改票务退款机制。另外，伫屏东是查到4个查甫人带头的诈欺提领集团，因为着闪诈欺，锁定大学内底的 ATM 提领钱犯案。因为毕竟校园自主的关系，往往警方要执行校园内的巡逻，都要做通报跟学校的允许啊。警方比对分析，发现今年4、5月车手集中伫大学校园甲周边的 ATM 领钱，累计1月到7月有552笔，数量明显偏悬，而且校园变作犯罪所在，对校园甲学生囡仔安全会造成影响。校表示也会提高警觉。掩饰面容者，就疑似可能是车手，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屏东警方为4月至7月发动5解行动，查到17个嫌犯，其中有11个人经过法院裁准收押，嘛持续伫监控校园周边领钱的数量，伫7月份已经降到0，嘛阻止校园偷领的事件。记者采访报道。今年1月，有民众呢去到南投爬山的时阵，发现讲大丛的美女其心目去互山鸟鼠偷错，随通报林业署。警方最后抓到23个人，其中有5个是越南籍的非法移工，专案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这个月提起公诉，上当会当判到10年半，罚2000万。
越南籍逃走的移工，甲偷出来的贵重茶壳用机车还是汽车搬运落山，想讲无人看到，刷去互警方的搜证镜头拢翕到。南投县马海埔富士山今年1月去山友发现有4张美丽奇新包去山鸟鼠偷出，警方专案小组经过几落个月跟踪，今年4、5月动员80个的警力，伫中江头等17个地点所查，查到姓吴加越南籍姓阮的嫌犯带头的偷草集团。阮姓及吴姓嫌犯为首等23名盗化集团，其中5名为越南籍逃逸移工。起出扁柏、红桧、萧兰等贵重木树瘤及艺品，总重量高达1363公斤。23人的偷草集团分工真有，先由姓阮等5个越南籍非法移工上山搭建工寮偷草松鹅、美丽奇、萧兰这个贵重木材运送落山了后，才由本国籍姓吴嫌犯接手加工，销去中部艺品店。警方后续甲专案依照违反森林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今年8月侦结提起公诉。民众盗伐贵重木，最重可处10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科100万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金。提醒民众不要以身试法。林业署表示，森林法2021年已经修法，偷草贵重木材相当会当处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可上悬2000万以下的罚金，并呼吁民众莫买来源不明的木材产品，购买时阵认明台湾木材标章，才会当为源头甲断根。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南投有贼仔偷剪台电的电缆，对5月9日伫埔里国城草屯顶山区偷剪1000多公尺长的这电缆，影响到农业用电。警方最近呢也甲这个贼仔移送法办，台电也要来甲讨赔偿。另外，高雄基丁昨下晡落雷公雨，一搭造船厂的鹰架绑机去缀到台电的线路，造成3000多户失电。目前只剩咧造船厂也无电通用。设定查甫人报名技术难检，骑车一直走，警员一路追捕，最后伫南投草屯的平林桥后，优势警力查落来，车顶当场发现一捆210公尺长的电缆线，甲一支做案的工具。来，这支车你抓你起来嘛？你开，你开，你开。东西哎，东西哎，从哪里来？捡的。设定查甫人为5月以来陆续伫南投埔里国城草屯顶乡镇专经偏僻山区偷架台电电缆，影响农业用电，先后5摆犯案，偷超过1000公尺的电缆，总重270公斤，以每公斤220块卖出去趁钱。专案小组调查证据，最后伫8月中将伊逮捕。台电公司表示，后续会追偿电缆材料加时间费用。埔里分局以刑法窃盗罪嫌将伊移送法办。今年5月以来，该嫌疑人在本本里辖区内多次窃取台电电缆线，那累计窃得的电缆线长达1000余公尺，那重约270公斤。那将持续追查是否尚有共犯参与及赃物的流向。电火条啊，当过倒去，在现场如苍苍。高雄市基丁区里来下到5点外，一场突然来的大雷雨，造成一个造船厂的应该倒去。公海边啊，住户的二支卡，搁较造成台电输电线路受损，总计3227户停电。迄风来哦，这应该规个拢个绑落，啊倒塌下来就这个电线杆就起火了，爆炸了，就停电了。台电人员经过规暝抢修，目前只剩造船厂1户停电。立即早起，有员想要突破现场，路下的状况，重新救线架设，有个员工复电，有员爱一段时间。劳检处已派员前往检查，如查有相关违法情事，将依治安法裁处。高雄市劳工局表示，会派员检查工地，敢是有违法的代志。台电公司讲，灾害是大雷雨造成，未对业者讨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大甲铁店山有民众反映讲，这景观步道边仔的护栏拿出去摸到就会电到，不过边仔并无这电力设施。市政府就认为讲，真有可能是这材质是金属的，才会造成静电，会另外设装置，避免有人搁再电到。经人到台中的铁店山，望到景观台步道的栏杆，麻麻的感觉，互拢行一条。稍微有一点刺痛麻麻的感觉，这样子。你没有心理准备，一开始一定会吓到啦，对。就是没有预期到啊，对，就是你没有想说，你摸栏杆的时候可能会有触电的那个状况。不少人到台中大甲铁店山调出公园观景台步道，望栏杆向顶观行，拢会发现有被电到的感觉。
安尼情形到观景台更较明显，也向市府反映有技术漏电的现象。市府风管所表示，附近无电力设施，或者是电线通过，会备电是因为静电现象。秋冬的季节，铁砧山的风是比较大的，那所以秋冬的季节，然后再搭配上你如果比较不下雨的时间，就是比较长时间没下雨的话，那天气就会比较干燥，那比较干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个触电的现象，这样子。那个栏杆啊，就亮亮的，然后把它不小心一碰，那真的是就是触电的感觉。台中市风管所表示，观景台甲栏杆是废自控年设到即马，推测是金属材料的钢管拄着大小环境甲风吹力量，才造成安尼现象。秋天天气大小更较明显。物理老师指出，静电产生是正负电不平衡产生的负电转移现象。在栏杆上面可能累积大量的正电或者是负电，当我们人体经过的时候，不同的界面跟它接触的时候，会产生所谓的放电现象，就是我们感觉到电到的感觉。物理老师指出，是毋是去除掉环境的大小程度甲物理的绝缘性，拢会影响静电产生。建议民众用成望静电球，互体内正负电平衡，就用避免去电到。记者综合报道。4月初3大地震对花莲港造成重大灾情，即马真侪码头拢是落落去，影响到上圳瓦港落货。为着要赶紧修复，港公司开辟过疫征收，也做海底调查，所发现讲这海内面呢有真侪船鸥，还有鱼仔类，一声要征收，就要真贵位啊。这是去年4月初3大地震后，花莲港受损的情形。当时外港区拢总9个码头地面建悬起来，也是塌落去，悬架差上悬70公分，这么大规模的受损，要修理好无简单。我们是用微型桩的方式，从陆上去打微型桩，把岸壁的消波的电力块做一个串接，然后减少在水面上工作的一个时间。修复工程对港区水底做调查，竟然发现有50多种船鸥甲各种鱼类。要安怎一面修理码头，一面确保无影响水下生态，考验施工单位的智慧。我们就立刻的采取了相关的工程回避措施，那去避免影响到整个珊瑚的分布。那并且在完工之后，我们也额外的又进行了生态补充的调查。那是花莲港内是安怎生态这么丰富？港公司嘛特别召开生态论坛，邀请负责生态调查的单位甲民众做伙讨论。东体它阻挡了台风的冲击是有一定的帮助。那同时它在人为的干扰上，因为是商港法所保护，那一般的民众或者是一些渔猎者啊，其实也都没有办法来到这里。调查团队要持续进行最后生态调查，港公司是希望这个花莲港的经验，会当互国内港区的工程，拢会当更加兼顾生态环境，通追求绿色永续。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这美股四大指数拢起来，这台股开悬走悬，最后是起214点，收伫咧24519点，创下台股收盘上界悬的纪录。台积电呢，这股价是收伫咧1190块65块，市值超过30.85条。那台积电带头起带动 AI 概念股、军工类股走强，三大法人合计赔76亿，台股盘中上悬来到24539点，最后是收伫咧24519点。有分析师表示讲，自赔回答的财报表现若准开悬，利多消息会造成这台股在底线内面搁再冲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表示讲，这美台伫咧无人机合作是天作之合，进前就风声讲美国邀请咱台湾的汉翔来带头组成国家队，去到美国设厂组成飞航供应链，来抢攻北美的市场。今年7月，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言公开表示，美国赢台湾就赢，强调台美合作。最近也见国防部长郭立雄、国民党真侪立委、加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关心台湾的经济峰会甲全社会韧性。伊也伫选择美国投资局峰会，讲到美台伫无人机的合作是天作之合，指台湾有杰出的制造实力，甲美国软体开发系统设计创新完美结合。透过美国的通路进入全球
球的市场，它是一个经济产业的新通路。那另外在安全上，不管是平时或战时，它提供了台湾可以自己生产、自给自足的战备纵深。全球无人机市场将要互中国垄断，世界各国积极打造飞航供应链。台湾致力建造供应链的重要合作伙伴，即马就传出美国邀请，用汉翔做带头，结合大厂组成国家队，去美国打造飞航供应链。汉翔日前回应对外争取国际业务，对内整合国家厂商力量，配合上好集团组合，一直是努力的方向。其他亲像瑞虎科技、豪大集团等大厂，也拢有想要去美国抢攻北美无人机的市场。我们一直说台积电可能是护国神山，那我们能不能去打造另外一个新的产业，再前进这一个国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台湾整体的安全来看，除了半导体之外，未来我们能不能去利用军工走向世界，会是接下来蛮重要的一环。学者观察，台美无论是合作生产民用军用上轨无人机，都对带动国内军工产业转型有帮助。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美国国防部要派人进驻台湾、日本，驻台联络官重点就是要赶紧无人机，伫军民两用的生态系统合作，反制中共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要试办智能机器狗，今日正式公开，未来会负责道路巡检的任务。不过，议员认为讲，这机器狗是中国制造的，有治安风险。也那副市长李树川是强调，这检测设备甲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开发的，并无治安记录。插国旗的机器狗日前正式出来，这是台北市用来巡视道路的智能机器狗。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也在面册发文小解新手判，暗过撮合台北市机关干事会质疑机器狗制造商是中国的乌苏科技，有治安风险。台北市不知不觉把机器狗变成特洛伊犬引进台北市，无疑就是把台北市全都漏。台北市新港处表示，机器狗的外壳是代表的台湾厂商向中国乌苏科技买的，不过内底检测设备的资讯传输，拢是台湾厂商家己开发整合，无治安记录。治安专家是提醒，若晶片本身设计有漏洞，也可能有资料泄漏，设备被监控，或者是控制记录。晶片层级如果被埋了一些木马或埋了一些后门的话，那这个它就有可能在一些你不注意的情况底下去收集资料，然后透过网络去做外传。原则上，机器狗只做载具，所有的上面拍照检讨这一个有关传信息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国内自己研发了。新港处强调，因为国内研发机器狗，无上协应用伫道路巡检的机器狗，厂商才会选择用即马话载具做平台，将资源集中伫核心检测设备，加开发 AI 技术。因为机器狗属于试办计划，但厂商无清楚资源问题了后，才决定是毋是继续试办。记者综合报道。上柜公司金基开3亿元的研发高阶淡薄仔技术，说互进前的员工把这技术淘汰去到中国。家己地检署今日依照违反营业秘密罪起诉专案，对涉林进前的总厂长，也个涉罗进前的组长发布通知。上柜公司金基伫分林的厂区不时有车辆出入，门口也有招募工作人员的故事。因为 AI 产业当地积极发展，生产高阶当壁的金基，开3.5亿研发的高阶当壁技术，说互姓陈前厂长、姓张、姓林等干部头提带去中国。公司举报了后，家己地检署进行侦办，日前以违反营业秘密罪起诉专案。这类的案件，我们有成立相关的专组，由专业检察官来侦办这类案件，会从严来追溯这类案件，跟产业界协力来保护我们整个国家核心关键技术的营业秘密，维护我们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法务部强调，对这类偷摕重要产业秘密，尤其是关系国家关键产业技术的犯罪案件，一定会严格打击。尤其金基主要生产高阶当壁。那当壁基板是电路板的核心材料，因为 AI 出世，金基股价表现真好，也是台湾 AI 产业发展重要的一环。国家的战力部分，他们可能有些人是有意的，要把我们的相关的一些3C的产品带过去之后再研究，等于对他们的成长
应该有关系了。不管你什么样的产品，你只要用到铜箔，都会用到它嘛。经济这一波的走势往上跑，我想跟 AI 概念股相对也是有些关系性啊。我想在整个关键营业秘密都要随着它的营收以及公司的成长，赋予比较多的关注。学者认为，最近几年，唔拿中国透过高薪抢人的方式，淘汰台湾3C AI 产业的关键营业秘密，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政府袂当疏忽。近期是发出声明，强调产品每一个制程拢包括特殊的技术，较无模仿公司采用分站管理方式，妥善保护营业秘密，会继续推动高阶单笔技术发展，结合营业秘密甲专利的相同保护，为公司技术布局甲发展打下基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劳工团体开记者会抗议绿瓦材料公司违法打压，因为个囡仔留职停薪的女性员工，而且因的董事长阁是扶轮社的社长，要求伊爱检讨行为。要若针对着这款的打压，公司到今拢无回应。大声喊口号求被捕条啊！27号早，劳团伫中原世界中心楼的楼骹召开记者会，抗议桃园北新扶轮社的创社社长，也是绿瓦材料公司董事长的杨文智，打压一载项用 A 楼停的女性劳工，这是违反扶轮社的宗旨，要求扶轮社会实的检讨社长的行为。不合理的地方有很多，我在产后有发生一场通勤职灾，公司没有给我适当的工伤假。还强迫我要请留职育婴停薪，即将要届满的时候，通知要支遣我。不管是职灾还是育婴留停啊，你都不可以随便的不让员工回来上班。对，那这个是有法律明确在保障的啊。那这位扶轮社的前社长杨董事长，他可以公然的违法。劳团表示，绿瓦材料公司伫生产女员工用 A 楼停结束了后，表示无适合的工课互伊转来。伫7月13停止劳动契约，伫员工申诉性病甲劳检了后，才赶紧通知员工会使转来，想要甲代志压落来。针对家人洗头路的代志，目前也未收到绿瓦材料的回应。本府已经受理劳工的申诉，目前的处理进度呢，将会在下个月进送性别平等会，由会议来审议公司是否有违反规定。劳动局回应，这个劳资争议的调解还阁咧进行，后个月会开性平会议，也强调照性平法的规范，除非公司关门业务减少，若无头家应该伫员工用 A 楼停期满，开互伊原本的工课，无会罚20到30万，公布公司甲负责人的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进前才发生这大师大抽血换学分的争议，想袂到即摆呢，这国立体育大学也表出讲，有教授伫选手无签同意书的情形之下做运动检测。学校即摆是出面来回实的，也强调讲会搁再检讨改进。独立文科提升选手训练品质甲运动表现，体育署106年起推动文科支援计划，109年搁推文科辅助基层计划。立委范云今日公开相关计划初步调查结果，以文科支援计划来讲，195案内5成数是未成年受测，4成落地处理地震同意书，2成因案无上 IRB 审查。它不应该有一块涉及人体研究，而且有这么多是我们学校里面的体育相关学生，甚至未成年的人被当成是法外之地。国体大教授王尚兴最近红野出2017年到2023年执行的运动检测案，只有一件处理地震同意书。国体大表示，王教授伫计划执行进前召开说明会，互教练、选手甲家长了解协助内容甲执行方式，也毋过无处理个别选手的地震同意书，确实无法度完全防范选手袂当自由意志参与检测代志发生。后来真侪会主计划主持人也有同款的情形，为此表示失礼。真的是相当抱歉跟遗憾。用运科的这个导入，当然让教练知道，可是有的选手可能不见得要用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在这边。文科导入训练不是替运动检测来研究学生，国体代表是会激励教训，改进审查机制。教育部指出，伫大师大女子骹球案爆发了后，所有的运科计划拢已经暂停。需要再启动的话，一定都要先送 IRB， 不是每个都需要做到采血。如果他们 IRB 认定免审，那基本上才可以启动。
教育部表示，不管是文科、人体研究，也是运动检测，都咧甲卫福部讨论严格的保障定数，伫机制完成进前，学校要搁启动计划，一定爱送学校 IRB 认定免审，通过定数才会当启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内青光眼病患人数逐年伫咧增加，若阵错过黄金治疗期，可能就会失明。三总最近开发新的手术方式，结合着传统加微创两种手术的优点，伫临床试验发现讲，这成功率和降低眼压的效果拢真明显。传统手术产生低眼压的话，病人第一个视力马上变得模糊，然后他就会觉得说眼球变得非常软，看东西大概会出现扭曲的现象。内隐外流双管齐下这个青光眼新手术，把这个伤口缩小，可是呢又能保持它这个降压的效果。那微创手术它造成这个低眼压的机会也比较少。单独只做微创的话，它的降压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只用微创来取代这个标准的一个手术。所以最好就是一个综合的，两个都有。医生表示讲，青光眼是因为目睭内面的房水液无法度正常排出来，造成眼压伤过悬，去对着视神经。上界严重的效果就是失明。你就爱把这眼压来降低。三军总病院改良手术方式，发展出新型手术，复原真紧，眼压也会当降甲真明显。不过医生也强调讲，若阵这视神经受到伤害，就无法度改变啊。手术了后，也就爱长期追踪。石油署公告讲，日本品牌的太田胃散，因为这花语标示有错误，违反着药事法，所以这产品全部拢爱回收。若准无食，上当会当罚到500万。就是这种日本进口老牌子的胃肠药啊，太田胃散，因为外包装日本的标示有错误，食药署要求爱下架回收，互一寡有食的民众紧张。毕竟还是吃进身体里的东西，还是希望可以标记明确一点。有人会过敏或有可能会怎样都不知道，所以只要标示不对就让下架，不然就是要回收，赶快换标示。食药署讲，7月底有接到民众检举，发现太田胃散的外盒日本的标示成分也个含量部分有错误。经过厂商清查了后，确定包括75公克、140公克、加210公克3种规格，总共37杯药品，大约41万罐的产品标示有错误，违反药事法的规定，就会拢总下架回收。对此，药师认为，这种产品是日本原装进口，果然由台湾的进口商用中文的外包装。药本身的品质无问题，不过也是提醒民众用药的安全。这些药都是只是用药，只适合短期，大概吃1个礼拜内。如果你吃1个礼拜还会胃痛，其实你要到医院去检查。食药署已要求厂商于114年9月18日前完成回收，并缴交调查报告及预防矫正措施。食药署强调，业者将在1个9月10日进前拢总回收。那么将会罚2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罚款。在这市面上，也有一寡标示合规定的库存产品，若是民众对出来药啊有疑虑，建议先卖者去问社区的药师或者是医生，请医生开其他较适合的药啊。记者综合报道。有环保公司替过落间公司呢回收各种的废品，若阵收来废弃物内面有液体呢，有色的就交互水肥厂，若无色呢就直接倒伫咧经纬区，这乌心钱赚超过4000万。警察人员来到场地山区的非法弃置场，会当看到各种太空包，内底全拢是各种公司的报废品，像白色液体是营养补充品，也阁有土豆酱、生身躯冷，甚至药品，连几个药标拢有。业者真领有程度执照，所违法处理报废品，针对废药也出现有色水的交互水肥厂处理无色的排入经纬区。向北部上百家公司承揽药剂、疫苗及清洁剂等报废品混水非法处理，并将产出之废液转运至水肥站及排入景美溪，造成环境严重污染。非法业者会当摕到100间公司委托处理报废品，主要伫前下写报告、制作处理过程、过磅单，甚至水肥进场证明物件，无做的代志，拢会当写甲亲像有做，也互部分企业无怀疑。不过从基尾也是互抓到。这份报告很像是真的报告，可是实际上我们专案小组去查的时候，是跟事实都是不符合的。那这份报告他们是提供给企业，然后去做税务上的处理。
本案由桃园地检署环境部警政署、桃园市环保局组成专案小组调查，报废品的废液会抽到桶仔内储存，各份有效无效分开处理，勘测的水费业者也涉反悔惩罚，最后桃检总计起诉15人。4间公司法人负责人因为恶性重大，检察官要求中当量刑，目前估计不法犯罪所得超过4900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能源科技公司要伫咧彰化丰原的渔温区设光电棒，拜三举行电源的说明会。也那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因伫即搭是要做高压的供电厂，有电磁波危害可能性，而且正是昨晚风台才升档供电棒造成污染，因是无希望即彰化丰原变做是第2个供电灾区。彰化丰原有侪饲蚵仔、蛤蟆的养殖业者，有能源科技公司按算要来开发40公顷的渔电共生，拜三伫电园举办说明会。但是进前风台来升档南部的光电棒，各有地下水污染等等的疑虑，电园民众拢真烦恼，光电棒一来对环境会造成影响。目前阮是感觉讲无介理想啦，因为台南遐有发生这件代志吼，规个拢会惊啦。我们顾虑的就是说，一地两用也许是 OK 的，但是万一水质跟环境出了问题怎么办？台湾的海夹水入来，旁边有那个原大白、有林溪，整个水下去的话，对咱这养殖区是不是有产生问题？能源公司表示，这几年来因为气候、无地下水等等的问题，影响电园养殖业的收成。因即届要开发40公顷的室内渔电共生，会当较稳定生产，嘛要靠少年辈转来电园发展。光电棒的设置拢会经过结构的计算，民众烦恼的环境污染问题嘛，拢会照规定处理。那我们太阳板其实它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啦，因为这是南部他们是水面型的哈，要强调他们建制温室的养殖场，因为需要结构计算，特别风台起来、强风起来，以太阳板黑白白。不过，环团指出，中华沿海乡镇这几年有侪能源公司来开发，有的为时间开始就出现违规的行为，对土地拢有真大影响。能源公司表示，目前也伫咧办说明会阶段，9月11日有第2场的说明会，会一直办到电园有共识，才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高雄高山国小正呢，最近接有台湾狗来抢食，那有这狗仔早起人去早顿店内面，伫遐车孤人暗，甚至有这狗呢，顾伫咧超商门口，等人客行出来就要甲伊抢劫啊！这店家是互伊不甲无法度，就找市政府斗3工。这农业局呢是有放蓝马要来甲因当，这2天有掠到2只狗，准备先送去动物园，之后再甲送回山顶。高山这间早顿店甲做好早顿放伫门口的架仔顶，原底是要方便人客来买。不过这天来的毋是人，是1只、2只，拢总4只狗。等到店员看到出来赶，已经规个车倒搭。附近民众讲，这阵啊拢固定有2只狗走来这乱扫。除了早顿店，超商嘛是互狗母甲无法度，大家去找饲户斗3工，坑人啊等狗。开始是看到1只啊，后来就2只，再隔1个礼拜。就又听说是4只，不知道，但目前已经抓到2只。可能他抓到应该也是放回山上或是动物园那边去了，现在也是还在保护当中啊。学校的猴子有一直在往市区里面跑。坑这大开人啊，大司机咧登高，原地搁防误会是民众家己坑的。农业局讲，虽然台湾狗毋是保育类的，不过也是袂当黑白掠，只会当由公部门来处理。今年拢总掠到26只，掠到会先送动物园，才搁找时间放登去山顶。但是保育团体认为这是治标无治本的做法，应该要建立人甲狗正确的相处观念，才是正办。阮做一个像猕猴社群这样的感觉，阮大家吼讲哦，阮食物真正歹摕出来，窗仔门大家也顺得好，塑胶袋较尽量莫用的，安尼形成一个居民意识啊。如有相关需求，也可拨打1999，由本局协助派员前往。设置诱捕笼，协助捕捉或驱离。保育团体强调，台湾狗是保护社会，狗公大汉了后会离开原地族群去找新的所在。农业局放这只回去，会搁换一只来。要解决问题，就要会晓，爱安怎甲狗和平相处。记者柯家祖、超用高雄场报道。新竹新埔进前发现有一个狗仔坑内面10多只狗活活互人饿死，这主人也已经移送法办，也因为这个所在无办宠物登记，这个主人去互罚265000块。目前有甲35只狗救出来，已经全部转到动保所安置啊。
看到有人挖过去，随大声飞；另外一只是倒伫涂骹，看起来身体真虚。这几只拢是顶个月伫新埔，互人发现疑似互狗园主人虐待的狗仔。经过动保所带回去照顾了后，目前已经渐渐恢复健康。这是因为它会具有攻击性，而我们怕它们会攻击我们委托上去的志工，所以我们优先把它带回来。另外一只就是之前已经极度虚弱，然后送医的住院狗，然后现在它已经出院了，也回到我们所内去做安置。顶个月伫新竹有狗园发生虐待狗仔的事件，经过抢救，伫现场救出35只狗仔。新竹县动保所最近已经把空间清出来，准备把救出来的狗仔全部带回去安置。在原地的犬只还有32只，我们一个笼位可以关3只，所以基本上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我们需要11笼就够了。当然安置之后，全部收回来之后，所内的收容运人就会达成满载。然后我们动保所也是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发挥爱心。果园的状况目前我们每天都有派人喂食啊，然后经过这个2周以来，那个里面的犬只都明显的就是变胖啊，然后状况都还不错。动保所指出，目前收容所拢总有80个狗笼仔，上大的收容量是240只。安置了后，收容所可能又搁是饱电的状态，所以也是期待民众发挥爱心，用领养代替买卖，领养这个狗仔登去饲。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今年是海人开垦南投300年，这南投地园有一个做配工作室，特别用这地园文化元素设计纪念 logo。这南投市公所也表示讲，因会继续来透过旅游行程活动推广南投。对清朝就有的南投花仔出名小食南投意面，包括山红头种出来的往来。用南投遮的代表元素设计一个 logo， 伫南投做配的工艺师特别伫今年南投开垦300周年，设计多样办做配的手工艺，希望加深大家对南投的印象。南投的这个城隍爷祭，其实是我们俗称小过年，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意象里面，我们特别把它放进去。百年市场里面这个意面其实在我们庶民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南投市公所表示，南投市有税部出场所、武德殿顶历史建筑、毛古井拿电池院。过去的南投花仔产业嘛真兴旺，阁有袂输予南投小过年的配田宫成风照景，这个拢是南投遮值得推广的文化。公所嘛办活动，希望互大家知影南投迷人的所在。今年拄好是南投市第一代。这汉人的祖先来到南投市开垦的300周年。过去伫咱南投市有真侪好的产业，比如讲这南投的这个陶艺未来咱嘛会继续来推广着各项的这历史文化。南投市公所讲，目前公所已经培训一批导览志工，未来会透过深度旅游行程、活动等方式推广南投市的历史文化甲产业特色。希望吸引人丁来南投游览，带动地方的观光发展。记者辛兴怡南投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真严重风背山灾情，在土沙高干啊一堵壁共款，有几多公里长，而且悬度也有几多百公尺，规座城市是拢烟蓬蓬，包含着防风城在内区域，有超过55000户失电，一来机场的航班也拢先暂停。防风城的监视器翕到沙尘暴来的时阵，一开始远远看到一寡土沙伫咧天顶，尾仔愈来愈大片，真紧就变做沙墙。这个时阵外面就黑暗暗，所以又搁落雨，规个挖过来过程速度真紧。亚利桑那州几多个城市离过发生沙尘暴，包括防风城在内的城镇有超过55000户停电。防风城的天宫国际机场航班也被迫停飞，航班的时间前差不多15到30分钟。伫美国西南部的热天雨季，常常发生沙尘暴，强烈对流产生向下的气流，以时速80到129公里的速度冲到地面，结果向外弹开。若是风经过土沙较多的沙漠地区或者是农产区，就会甲土沙卷起来，在沿路行。这种沙尘暴也叫做哈布风。That hit the ground and spread out with 50 up to even 80-mile-an-hour wind gusts. And that moves across the ground, picks up all this dust, and then that just continues on.
So it can generate this big wall of dust that we do call haboobs. Can't see anything.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haboob. 有一位调伫咧涂沙墙内面的教授，摕手镜起翕，头前的物件拢看袂到，就知影威力诚大。专家讲，若驶车时阵拄着，就赶紧甲车驶路边停。另外，人若使着这块涂沙，可能对身体有败害。These dust storms are picking up a lot of that loose dirt that's on the ground. A lot of times from farmlands, which might have some chemicals laid out over them. So it's picking up all these chemicals, these fine chemicals that may have been sitting there. And then if you start to breathe that, you can develop some sicknesses. 伫内华达州乌石沙漠的火人节现场，涂沙也诚大，风诚透，工作人员挂服务镜甲水暗固定布棚。国家气象局对这个地区发出联播警报，有这沙尘刷顶落的速度会达到时速48公里，上强的风速会超过时速72公里。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